来自省官学研等各单位，总共超过60间厂商参展的三轮智慧生活周，展示各种热能甲先进的资讯科技，就是要让民众了解、体验各种创新科技伫生活所带来利便，进一步打造绿色能源、创新智慧甲永续行动等5种能力。24号，活动伫经济部能源署甲市府等各界贵宾的见证盛大开幕。3、2、1，请启动！请大家掌声鼓励2023沙仑智慧生活中，环境永续、智慧生活正式展开。政府在推动一个近邻转型，在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有很明确的方向跟目标。那这些也都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息息相关。那所以我想今天透过这样的展览，可以把我们阶段性的成果介绍给大家。那在场有很多的我们这些成熟的厂商，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参观、做讨论。说科技的发展、智慧能源的发展，跟你我的生活有什么息息相关？而且已经走在应用端了。哦，就是说大家觉得哇，这个好炫哦，哇，这个好厉害，但是这个叫好之外，也要叫座。叫座就是跟你我生活，我们这个直接就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而且已经应用的。所有参展的厂商当中，较特别的是来自正修科技大学教授所研发的军用机器人，会当配备真正称职的机器，不过现在已经转型为消防救灾等民生的需求。那由于军事机器人在地面的这个发展上面有很多的种类，那它的要求的 IP 像6566的要求等级也非常高哈，因此它的技术如果转移到民生用途，像是救灾啊、消防啊、地雷侦测啊，或是其他这个地下管线的这个判别、下水道的疏通，都有很好的一个用途哈。尤其军用的严格环境的要求，对于民生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哈。展览当中，台电嘛透过控制各种节能家电的方式来建立智慧家庭，希望配合政府宣导2050年净零碳排的脚步。主办单位经发局邀请大家11月24到26来到大台南会展中心参观体验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